相信民众拢有看过这款的画面，伫咧路林的，咱是定定会当看到一寡做资源回收的人，也毋过因的行动煞无受到重视，甚至呢，互人家看作是制造环境问题的人。有民间团体是针对这做回收的工作者来做调查，发现因一当内这回收的量其实是未输互清洁队，希望政府互因正做是资源回收系统的工作伴，也通来改善因的待遇。路林，咱有当时会看到 Q2转的回收者，甲咱社区侪资源回收物送去到回收场。毋过有回收工作者表示，像台北网甲20年前有15间民间回收场，即马收到要无半间，因着要行愈远的路去卖回收。保新街那个回收厂它停了以后，那垃圾量都增多了。然后我本来去保新街只要10分钟，我现在到西藏路要差不多1个多钟头。根据民间团体今年上新的调查，发现各县市有17个回收工作者，今年的回收量有64万吨遮济，实际上未输互清洁队69万吨的回收量。但是调查嘛指出，这回收者所面对的算是无公平的劳动收入，有77%的回收者一个月收入无够6000块。民团认为政府应该爱重视回收工作者的社会贡献，互因有较公平的待遇。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收到的回收基金，就大部分是分配给比较大型的上游的处理厂跟回收厂，但他们那个基金并没有能够直接补贴到最下游、最基层的拾荒者跟地方回收厂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会认为这样子其实对于回收的劳动贡献来说，这样的分配是不均等的。虽然环境部有资源回收管理基金通补贴回收业者，不过民团指出，敢若大型的业者才摕到钱，低层的回收工作者根本就摕袂到补助。劳团认为政府毋若爱制定合理的回收计划，嘛着协助这的回收者，互因正式正做资源回收系统内底的工作伴。去透过更多的协助地方的回收厂，然后让回收厂能够跟拾荒者形成了一个我们在讲的完整的合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让拾荒者可以在一个好的回收站或者是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去安心从事一个安心的拾荒工作。民团表示，目前虽然政府有资收关怀计划，和回收工作者通有较好的回收绩效，不过一个月才通领到钱，对一个生活欠用的人来讲，真无下需求。因认为爱修改施行的方式，嘛希望政府考虑外国的做法，规划社区型的回收空间，和回收者使用，安尼才通有效管理，嘛通减少社会冲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